各位台湾国的国民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阿青，伫空中甲大家来相会，甲大家做伙互相陪伴，分享台湾人的生活甲日常。毋知大家最近过了敢好，心情啥款？阿青家己是有淡薄仔压榨，即个压榨咧，就是有淡薄仔烦，毋过无够绝望。你看着一寡希望，一寡代志，你可能毋知影伊是好还是歹，毋过，就是伫即个黑暗的时代，咱去看着一寡微微仔光。所以我决定要分享互大家听，甲大家甲我做伙来操烦。有一寡焦躁，若足侪人做伙焦躁，伊就变做淡薄仔心塞的代志。毋知大家最近若开电视、看电视、看新闻，还是讲买手机看 Facebook、看社群媒体、面册，敢会看到一寡中华民国还是讲中国的消息？比如讲，因阁有人要主动因主动咱啥物地带？应该是无地带，毋过因就是硬要用咱台湾人以前历史上创过的正当的名，要甲咱台湾人牵拖入去。也是讲咱看到台湾国，咱的单身国民，伊家己努力，无代无志，中华民国菜头就要甲包，话前尾就讲要甲办，讲伊妨害公务，就甲掠去，就甲放票。21点钟了后才放伊出来。也是讲咱看岛外，嘛看到一寡消息，就是香港最近离咱足近的所在，因的反送中运动。啥物叫做反送中？反送中是中国想要通过的一个法律。即个法律就是毋管你是倒一国人，只要你有做讲中国认为你犯法的代志。你若经过香港，伊就会当甲你掠去，送入中国，受中国的审判。足恐怖的大家拢知影中国是啥物款的国家，嘛知影因的司法的品质是生做啥款。香港人拢嘛知影，因嘛是知影啥物叫做自由的人，所以因就徛出来。因要反对即个物件，即2个月强度有较提升，因真正行到街头，是真无简单的。即2个月一定超过10个礼拜，逐个拜礼拜因拢行出来，有可能是强度较低，你讲较和平的游行，嘛有可能是强度较悬的，像最近几礼拜，就是你爱伫街头面对贼头的塑胶枪支，可能阁有一寡迄落甲你弹落，会互你流目屎的迄个炸弹。这真正是大家放假无想要好好休困，毋过是安怎款的坚持，互因愿意安尼逐礼拜行出来，而且是全香港，无分老人、囡仔、少年人，但是因对自由的追求。毋过我感觉这内底会互咱台湾人上有感觉的一个所在，就是讲，其实看落其实足悲伤，因为其实咱着看会到咱台湾的过去，咱70多年前共款是咧甲中国对抗，即个中国就是即摆的中华民国，而且咱面对的毋是讲啥物塑胶枪支。咱老的岁伫1947年迄年，咱牺牲的是几万人台湾人的性命。毋过咱要追求的，甲即摆香港是共款的物件，就是咱要自由，咱要一个人会通活甲像一个人。毋过咱迄阵无赢，所以迄个代价真正足疼。伫70多年的今仔日2019，咱犹原咧承担。就是像含做头前讲的，奇怪，咱台湾人的生活
是安怎咱袂当家己好好啊过，咱不得不互活伫即个岛屿顶悬诶中国人影响。而且佫较悲哀诶是啊，我毋知讲这是台湾诶历史，台湾诶过去。毋过伊嘛有可能是咱看会到诶有限诶时间内底看会到诶，就是有可能是咱台湾岛史上过一摆发生诶未来。大家敢会惊？大家就算家己有一寡人我知影会放弃希望，想要走。啊，毋过咱总是有一寡心内牵挂诶人，尤其你看到身躯边诶朋友、亲情诶囡仔，因遮尔啊细汉，我就想着我顶礼拜伫台语囡仔营内底，诚侪咱台湾人家庭，就是伫歇热诶时办一个4天诶营队，想讲互台湾囡仔做伙佚佗。啊，伫即个营队内底有其中一个活动，叫做台湾人诶历史，想讲甲囡仔斗阵来真捌，就是啥物叫做台湾人诶历史。啊，伫即个活动内底啊，就互囡仔先想看觅啥物叫做台湾人。有遮囡仔因3岁到8岁，因自出世就开始做台湾人，因非常的知影，可能比咱拢搁较知，所以互因用话的，看因感觉敢是讲无听着因有人感觉讲穿裙的就是台湾人，啊，我嘛听着有人讲因感觉台湾人应该爱吞口兰，还是讲有人讲，我听着其中一个人讲，伊感觉无头毛袂当做台湾人。边仔诶囡仔甲问讲：“你是咧讲韩国语是无？”我感觉转学韩国语诶拢毋是台湾人，头壳就清楚诶。还是讲，哦，有一个囡仔，伊画图，伊画一个咧游水诶人。啊，隔壁诶囡仔，伊隔壁诶囡仔走过来偷偷甲我讲，伊讲：“你敢知影伊咧画啥？伊画讲爱会晓游水诶，才是台湾人。”我就甲问讲，安尼你敢同意？就是你感觉敢是真正会晓游水的人做台湾人？我就是伊会直接回答我即个问题。结果伊讲，反正我会晓游水啊，我感觉足水气。伊就是咧甲我教讲，做一个台湾人偌水气。我讲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因为你会晓游水，所以你毋免烦恼即个问题，敢是？伊讲无毋对，反正像因小弟才袂晓游水，所以因小弟才会烦恼即个问题。我感觉足趣味诶，第这囡仔因其实是用因诶生命咧体会，咧做一个台湾人。伊咧用，你看因咧耍，你看因咧开讲诶时阵，伊就是甲咱教讲啥物款是人，啥物款是台湾人。我问因讲。就想要甲因问的啊，因为我毋知影，我就问因讲，恁感觉做台湾人敢欢喜，敢快乐？啊，因拢是第一时间，因完全无咧丢度，伊就甲因讲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，但是因笑的阵，真是喙笑，因讲的阵，真正喙笑目笑，但你完全感受会到，就是因做一个台湾人，偌尔公平，偌尔骄傲。对，啊嘛有一个哦，因遐个囡仔拢差不多3岁到8岁，嘛有一个较大汉的囡仔，伊讲伊感觉足欢喜的，毋过伊有时会有淡薄艰苦。我甲问讲是安怎，就是艰苦的部分伫倒位？伊讲因为有时伊爱互中华，伊生活伫即个岛屿，伊生活伫台湾岛，伊煞爱互中华民国牵拖着，伊感觉足有负担的，这是伊艰苦的所在。所以艰苦的所在伊嘛诚清楚，但是伊毋是做一个台湾人，所以艰苦，是互中华民国牵拖着，所以艰苦。你看到遮个囡仔，因遮尔骄傲，做一个台湾人，但你着毋甘互因烦恼呢，就是毋甘互因大汉了后，
就是爱逐工逐日日面对即个惊吓甲威胁。遮囡仔足勇敢诶，就是要安怎讲，因毋是毋知影中华民国是啥，毋是毋知影中国对台湾做过啥物代志，毋过因就是要做台湾人。我看这就是选择，因为勇敢毋是讲毋知影惊，或者勇敢啊，是你知影啊，毋过你阁选择你感觉正确应该爱做诶代志，这才是勇敢。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毋管讲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，在咱追求自由、独立诶即个气魄，我感觉足水诶。就是人，你该活到啥物款才是人？我感觉，大家若有看讲迄个香港诶新闻啊，你看到因诶贼头、因诶乌警、因咧对待人民诶手段，真正是死，就是要甲你拍互死。伊敢若无咧注意讲，你是一个人，伊甲你当作精神，伊甲你当作精神咧拍。所以真侪人感觉讲遮个贼头，应该毋是香港人，因感觉遮个贼头应该是已经是中国迄边派过去诶人啊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其实我感觉真有道理，因为要安怎讲，香港人就遐尼侪尔，而且因为因即摆抗争即个情势会演变。所以，逐个出来抗争诶人，为着甲抗争诶成本降低，嘛保护家己诶安全，所以拢是砍头砍面，嘛甲身体包甲安，就是可能毋通互记者还是警察翕着，安尼无正着因会受着起诉，这就是法律顶悬诶成本，还是讲若是你诶皮肤啊去接触到，就是遐个烟啊，就是其实会足生足疼的。所以逐个拢包安的时阵，其实你真歹认出谁是谁。啊，毋过香港的贼头，理论上因应该嘛毋是为上头咧蹦出来嘛吼，因应该嘛是爸母生的嘛，应该嘛是有血有肉，理论上嘛爱有目屎嘛。啊，香港人就遮尔侪尔，伊讲600-700万人，啊因游行哦，和平游行上侪即摆就200多万人行出来，所以这内底，你会想，你若是一个贼头，啊，你伫路边凊彩拍人的时阵，你凊彩就会拍到你的亲情，就会拍到你的朋友，啊，你做一个人，你的心会软啊，对，你敢拍会落？对，你敢互？你会毋甘？就是你。朋友甲厝内底时代，想着厝内底囡仔，伫你的枪支，你也枪，你摕棍仔，你敢讲会落？但是我感觉是真困难。啊，毋过你伫影片内底，你看因讲甲遮凶，就是你真歹想象，就是因是安怎讲会落？这世界真正足小，啊，人甲人之间应该安怎对待？就是有时放甲介大，变做一个事件，变做一个运动的时阵，咱颠倒就袂记哩讲上简单、上直接的、上细迄个单位，就是人甲人之间要安怎互相好好啊对待，就是真趣味。我顶个月底，就是朋友因有办一个简单的活动，就是迄个时阵是中国国民党因伫板桥办因的全代会，啊，因要伫全代会顶悬去确认因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候选人人选，也就是韩国瑜。啊，我嘛知影讲，逐个真无奈嘛。虽讲逐个台湾人无想要
插因的代志，毋过就是现实上有少咱就是会互因影响着，就是咱无去甲因找因中华民国嘛会家己摕使来甲咱抹，对，所以遮个朋友因办一个活动，要伫即个因的专代会会场外口，简单来做一个台湾人表态。表态讲，就是咱即个岛屿顶外人，咱追求的是自由，咱无要做中国人，咱无要啥物一国两制即种代志，台湾就是台湾。迄天啊，就去看，要去甲因赞声，结果我就徛好多摆去，到附近的时阵，车位真歹找，真歹停。因为就是可能是即个岛屿顶缘的中国人。就拢走出来啊，韩粉真多，就拢去着急要甲韩国有见面，所以附近我跳好多摆去，车位真歹找，真好找。我咧找时阵找到一个芳，想讲要甲好多摆插入去，结果我咧瞧的时阵，雄一个韩粉，伊走过来，讲伊要甲我斗相共。啥物我知影伊是韩粉咧，因为身躯穿的迄领衫，就是中国旗，就是啥物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迄个中国旗。伊讲，伊甲我斗相共，伊要甲我斗相共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斗相共，我甲你斗相共。伊甲我超两台乌多摆，甲我刷出一个真大真大的位，互我甲乌多摆停入去。我迄阵。心情真复杂，但是我毋知影讲，伊若知影讲伊甲一个台湾人斗相共，伊会安怎想？但是伊的感想是啥？伊敢会足后悔？我嘛感觉讲，迄个时阵伊应该是甲我当做讲，共款嘛是来参加因专代会的中国优秀青年，互安尼想的时阵，就是心内着无啥会爽快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嘛是咧想讲，就是因为伊毋知影我是台湾人的时阵，就是等于到上简单的人甲人之间的互动的时阵，就是对啊，人敢若会有某一种程度的善良，会愿意甲人斗相共，互相斗相共。这嘛是我一直相信的，就是人敢若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底，会希望互相好好对待，就是人拢无想要互相伤害，因为互相伤害，大家拢知影讲真痛苦。毋过其实伫我，因为伊毋知我是啥，毋过我知影伊毋知我的立场，毋过我知影伊的立场的时阵，这个心情真复杂，因为我知影讲伊咧做的，还是讲伊立场迄边的人咧做的。就是咧伤害台湾的代志，我嘛毋知影要讲好歹，我嘛毋知影要讲啥物感想。毋过，就是分享互大家知，安尼看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而且迄天阁有另外一件代志，嘛真趣味。迄天的活动结束，有一个青云人大外见架头。对，迄时是逐个活动结束，就是徛伫路边做伙咧开讲安尼。迄个青云人斗我的肩胛头，甲我讲，你过来一个，请你过来一个，你过来一个，安尼。我甲问讲，请问倒位找？我毋知是啥，我毋捌伊。伊就讲你过来一个，你过来一个。我搁甲问一道，请问你倒位找？我足惊啊！附近遐尔侪中国人呢。就是像知影讲，伊敢是要甲我拖迄边仔拍，我知影伊是中国人啊。我搁甲问一摆，请问伊倒位找的时阵，伊就讲，啥物倒位找？你咧叫我阿姐啊？我是恁三姐公，因后生啊。我看一个，但是有时啊，有一寡代志，伊是毋免提出啥物官方证明，但是我看伊的面，对，我就知影。真正是看伊的面就知影，就是甲阮三姐公生做一模一样。真趣味，伊就摕伊的 message 互我，伊就讲你
真小政治哦。我若甲讲无啊，着来做一个台湾人，就是应该爱做诶代志，就是台湾人诶责任尔。伊就要甲我印，伊摕马子互我看着讲是伫邦桥做警察，对，做中华民国警察。伊就讲啊，你若后摆阁有来邦桥靠我安尼。心情就有淡薄复杂。对啊，迄个名你一看你就知影，就是讲当年转去陪梦的时阵，迄梦牌顶悬、梦杯顶悬拢有写迄落厝内人的名嘛。对啊，你就知影讲对啊，即个名是是阮厝内人啊。家族我内底遮侪人，就是遮尔大，而且可能你细汉的时阵较熟，所以我毋是逐个拢认得出来。毋过迄个面伊是讲是阮三姐公因后生，对啊，迄个面就是甲阮三姐公生得一模一样。伊来嘛是伊是甲我关心毋过咱台湾人就无奈，就是伊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做警察，对，所以即个世界吼真正就细，有时仔就是爱。搁翻过头诶，互我想着讲，得拆掉咱诶第一眼看会到诶，才会立场了后，等于到人即个本质，伫咱望活到啥款。我若讲人爱自由，我相信遐个韩粉伊袂讲伊无爱自由即个物件。对，毋过可能因诶自由，甲咱诶自由无啥共款，也是讲咱讲人权，因诶人权甲咱诶人权无啥共款。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诚趣味诶所在。我嘛感觉就是因为安尼，就是人基本上你到上单纯、上细诶单位，第一个人会安尼赞许诶时阵，其实咱有诚侪。人共同愿望啊！你讲上简单的，到生不生的，人拢想要食饱，拢想要困好好，拢想要好好来生活，对，人拢希望自由，人拢希望有成就感，会当活甲欢喜，对啊，人拢想要欢喜。我感觉就是因为讲，咱到上尾，伫咱的出发点，咱拢有共同的所在。对，咱拢是一个人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就是有希望的所在。就是这嘛是咱才讲会通。当然啦，我嘛毋是讲遐乐观啦，意思讲，对甲啥物款人拢讲会通，无啊，因为人嘛是有人的选择。当因要做中国人的时阵，即个中国人的群体因就有集体的选择；咱要做台湾人的时阵，咱台湾人。就有咱台湾人集体的选择，后摆才搁搭大家做伙来讨论，做伙来分享咱台湾人的生活甲日常。真侪毋知影好，要讲伊是好，还是要讲伊是歹的代志。毋过真心实，就是咱台湾人的生活。节目的上尾，甲大家分享一寡咱台湾人的活动，就像咱即个线顶空中的台湾国。咱嘛会当实体热心来参与的台湾国，但到遐的时阵，咱就像台湾国内共款，咱台湾人斗阵就是真轻松、真快乐。伫迄个所在，就像伫即个所在，咱毋免插中国人的代志，咱做一个台湾人，欢喜做一个台湾人，快快乐乐、轻轻松松、欢欢喜喜。第一个活动是8月17号，伫台南府城古册店，是出代志委员会办的活动。因即礼拜拜六是办读册会，大家若毋知影讲出代志委员会吼，因就是袂晓抄代志，专门出代志，嘛是咱台湾国民好朋友做伙伫台南在地办的活动，因拢固定拜六暗时伫府城古册店。有兴趣做台湾人的人，会当去看卖。已经是台湾人的人，搁更加去看卖，
搁开去看觅，就是诚爽，互大家知影讲做台湾人有偌快乐。另外一个活动是8月23到25，办伫台中的一个组织者的营队。这个营队的名叫号做“组织路人，咱继续行”，是独立青年阵线办的活动。3天2暝，会使互一寡就是足拍拼的台湾人，就想要做代志，伫生活中想要搁去找着更较侪台湾人替咱台湾国，替家己创造更较好的生活的人，会当来这个营队去讨论看觅，找着更较侪咱共国的人，就袂孤单。遮个活动信息，阿青拢会甲放伫信息卡内底，大家有兴趣的，做来看。阿青今仔日就讲到遮。后一道，咱大家才过来互相分享台湾人的生活甲日常，大家再相会。